贱人！干嘛呀？贱人！放肆！大王为后，替芈云做主。殷公主，季伯，怎么不见皇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啊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？竟然叫侄儿夫君！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！怎么能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！公主息怒！公主息怒！公主闪开！公主！怎么回事？拜！再拜！三拜！贱人！干嘛呀？贱人！放肆！芈音，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芈云做主。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黄歇到底去哪里了？黄歇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黄歇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。黄歇走了，去追那黄歇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皇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秦国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！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音哭闹较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舒儿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。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
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皇歇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眼下没有证据证明皇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依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印许给皇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微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舒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后，母后姐请放心，舒儿到了秦国，会善自珍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舒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哭闹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为何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？记得添衣裳，千万别受冻。放心，你和冉帝路上要保重。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背后那个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收到了，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起来吧。保重。保重。走吧。
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